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評測嘅擴音機將會打破大家對尺寸、音質同功率嘅固有印象。如果你想揾方法提升前置喇叭嘅音量，或者想打造一套強勁嘅音響系統，你就揾啱地方啦。為大家介紹全新升級嘅 D 類擴音機 DAYS 系列，我哋開始啦。好啦，各位，包裝入邊嘅配件如下：有一張列出咗俄羅斯所有維修中心嘅保養證，仲有使用說明書。另外咧，請留意咧，呢度列出咗 DAYS 系列所有型號嘅擴音機，但唔包括單聲道擴音機。嗰啲型號咧，預計好快就會推出。呢本說明書一如既往咁樣為大家提供咗非常之詳盡嘅資訊。大家喺呢度亦都可以清楚咁留意到，呢度已經列出晒所有保險絲嘅額定值，你完全唔需要自己去估或者亂咁試。我哋可以好清楚咁見到呢 DX 4.80 同埋 DX 4.18 呢係需要用到60安培嘅保險絲，而 4.130 就用80安培，如此類推落去，大家睇下就明白晒。至於 DX 4.350同 4.48 擴音機保險絲額定值分別係180同200安培，請注意 4.48 同 4.350 嘅機身入邊係冇安裝保險絲嘅。擴音機本身用 ACV 嘅原廠包裝紙包住，另外隨機仲附送咗一個櫻桃味嘅 DAYS 系列香薰。喺呢個密實袋入邊有高電瓶連接用嘅。除咗接線端子，仲有 DX 2.18 用咗40安培保險絲，3支唔同尺寸嘅六角匙，同埋用咗固定擴音機嘅螺絲。此外，所有 DX 系列擴音機都配備咗一個帶有電源指示燈嘅遙控器。對於雙聲道同四聲道擴音機，呢個遙控器係用嚟調節低音增強效果嘅。記住呢度係調節低音增強，而唔係調節增益。請大家特別留意，特別係針對呢款四聲道型號，佢係負責調節第3同第4聲道嘅低音增強效果，而單聲道擴音機呢，就係採用傳統嘅增益控制啦。呢個包裝盒設計得好型，上面印有型號 DAYS 系列，仲有 V4 字樣，代表呢個係擴音機嘅第4個版本。而家等我哋一齊睇下主角，你睇下佢嘅燈光下幾咁閃亮，簡直係一件精美嘅藝術品。呢種拉絲嘅材呢，我其實唔係好知嘅正式名稱係叫咩名？如果你冇知嘅話，請喺留言區度話俾我知啊！但係喺上手嘅感覺真係帶俾人一種好強烈嘅高級感，佢拎落去好有份量，手感方面真係一流，我唔識點樣去形容，總之就係正，真係非常之正。另外請大家留意下佢係點樣安裝喺面板上面嘅，呢個蓋係用螺絲固定住嘅，可以用六角匙扭開。隨機附送嘅，我哋仲可以見到有個螺絲固定孔，可以用佢將佢安裝嘅裝飾板或者係超低音音箱上邊咧。如果我哋仔細咁樣睇下呢啲擴音機嘅包裝盒，就會發現呢個係第4代版本。冇錯， DX 系列擴音機已經推出咗好多年啦，呢個係第4次更新，佢哋有大量嘅數據支持。話佢哋喺市場上表現出色呢，簡直係輕描淡寫。呢個系列擁有非常豐富嘅型號選擇，而且仲會不斷增加。但係今日我哋主要講下嘅新產品，呢度有3部擴音機，一部係100瓦乘2嘅雙聲道，同埋2部四聲道，分別係350瓦乘4同埋400瓦乘4。正如我頭先所講 ，DAYS 系列即係以前嘅 DX 系列，係一系列超小型嘅 D 類擴音機，採用嘅數位電路設計同埋 FR4 雙面印刷電路板。機殼係由佢合金製成，既係散熱器，亦都可以保護內部免受機械損傷。組裝非常紮實，完全嘅雜音。考慮到佢嘅功率表現呢，尺寸真係超細，可以輕易裝喺座椅下邊啦、手套箱，甚至係儀錶板後邊。如果係講緊嗰部雙聲道型號嘅話呢，機殼兩端設有啲金礦電源接線端子，仲有啲金嘅喇叭接線端子，具有防嘅功能。
雙聲道型號，仲有保險絲。請注意，4x350同4x400型號係佢內置保險絲嘅。我哋大家都明白原因。如果唔明嘅話，你可以試下佢喺細部喺機殼上面裝個200安培嘅保險絲，呢個絕對唔係一件易事，相信好多人都會同意。另一端呢，就係高電平輸入接口，我仲想提醒大家，呢部擴音機呢，具備高電平自動啟動功能，即係話當佢接收到喇叭信號嘅時候呢，佢就會自動開機。呢樣嘢呢，喺安裝時非常方便啦，因為你唔使睇車佢周圍揾 remote 啟動信號線。呢度仲有經增益調節、Bass Boost 低音增強同埋高低通濾波器。順帶一提，呢啲濾波器呢係可以同時使用嘅。如果你部主機嘅 DSP 處理功能呢，呢個功能就非常實用，方便你調節中音喇叭或者中低音喇叭。另外呢，呢度呢仲配備咗電源指示燈、保護指示燈同埋 Keep 削波指示燈，以及連接遠端控制面板嘅專用接口。而家我哋嚟講下功率參數。4.48型號嘅4歐姆連接下，每聲道輸出400瓦；喺2歐姆連接下，每聲道輸出600瓦。而喺橋接模式下嘅話，橋接輸出有1200瓦，即係話你想象下呢部細部嘅嘢可以輸出2.5千瓦。呢款4.350型號嘅4歐姆輸出350瓦。喺2歐姆輸出500瓦，而橋接模式下功率可以達到1000瓦。而雙聲道型號嘅4歐姆每聲道輸出100瓦，2歐姆就150瓦，橋接模式係300瓦。仲有要注意，佢哋嘅2歐姆運作係好穩定嘅，唔會容易過熱，亦都唔會進入保護模式。但係同所有大功率嘅數碼擴音機一樣，佢哋對電源嘅要求係好高，所以千祈唔好攞買電線嘅錢，仲要留意接線係咪夠晒穩固，費事發生短路。總之，好似我之前所講啦，我哋對呢啲擴音機有好多數據呢，例如我哋錄音室都用緊 DX4.200， 所有超低音震動嘅片都係用嚟拍嘅。即係話，連3.5千瓦嘅冠軍級喇叭都係由佢推動啦。順帶一提，佢仲可以喺12赫茲運作，佢可以運作好耐，耐到我影完晒嘅特寫。即係話，佢可以喺呢個模式行成個鐘，會唔會熱？唔會。超低音喇叭嘅線圈都開始有味啦，因為佢哋成日行到極限，部擴音機完全冇問題。我架車用咗好多德國名牌嘅 SQ 項目，猜邊部擴音機推緊超低音同中低音，係 DX4.200， 功率一流。總括嚟講，我可以講好耐，但係時候總結下。Daisy 系列擴音機係為咗嗰啲重視尾箱空間、追求大聲同高品質音效嘅人而設。佢嘅用途咧真係好廣泛。SQ 項目方面又得唔得呢？完全冇問題。如果你想升級原廠音響呢，咁亦都係冇問題。至於 SPL 項目呢，當然都係完全可以。順帶一提，我發現有好多人專門買佢用嚟安裝喺快艇或者遊艇上面，效果確實好唔錯。總之細部夠力，而且價錢方面亦都非常合理。我係 ACV 嘅 Pavel。多謝大家今次嘅收睇，記得要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大家拜拜。